徛伫故乡的土地，听到的是啥物话？敢是你惯死听到的迄款话？暗时囡仔困无好，寒眠的时在讲的，敢是咱爸母甲咱教的迄款话？一个人一世人会当做的代志有偌济，有意义的佫占偌济。阮这阵人知觉到这个无奈的现实，虽望能力有限，嘛是提出勇气，想要斗出寡力。伫2023年6月，开始讨论伫阮有限的人力中间，会当做啥物代志。尾才开始进行广播剧的制作。因为阮这阵有志，平常时拢有家己的头路爱无闲，为着生活，个人会当用的时间嘛真有限。所摆经过差不多半年的时间，阮才有才调甲阿龙广播剧这个作品顺利制作完成，真希望大家听到会介意。另外，阿龙小词典算是延伸的小单元，阮有想要用真简单的话句来消解阿龙内底有讲到的词，用台语来解说台语，单元拢短短轻松无负担，嘛希望这个单元对咱要研究台语，也是当在学台语的朋友有所帮助。希望各位友志会当甲阮斗支持推荐，先甲各位说多谢，真努力。